原创歌曲有《梦在撞江》、你是我生命里的光、春风10000里等。欢迎您。木西老师，国家高级化妆师，全国摄影化妆造型大赛10佳，脸化造型品牌创始人。欢迎您。赵雄老师，来自老挝的苗族音乐人、电影制片人，欢迎您。熊奇虎老师，苗族服装设计师，在苗族时装行业扎根10余年，常驻老挝及泰国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评委老师的到来。接下来，我将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今晚决赛的具体规则。今晚的核心决赛为民族盛装秀，重点在于展示各民族的服饰之美、体型之美与文化之美。所有选手依次上台走秀亮相，展现 T 台自信之美。在所有选手展现完毕之后，由5位专业评